机改哦，基因改造的东西我们做的太晚，把基因改这一点，人家国外早就在包含大陆工程师有提出这样，基因改的东西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可以说一下嘛，我用讲的好了，不然怕时间太长。把基因改的东西讲一下，什么叫基因改？基因改造。那一般哦，新的基因哦，自然交配，然后产生一个新的品种。哦，其他基因打开，其他基因跟昨天在我们台南新化那个农改场，在那个番茄种啊，你刚好你后不然都品种，哦，这要分析都品种，好，这个颜色都有，要哪几种？好，那基改的东西呢，基本上基改大部分，我们台湾的基改东西大概有3种东西。第一个是大豆，最大豆；第二个是玉米；第三个是油菜。那油菜比较少，大概是棉花。所以为什么现在讲说有基改棉花，或者说讲说不是基因改造的非基改的棉花，是这样的。基改，好，基改主要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就是刚刚讲说自然交配那种不是基改，基改是说在这个植物上面本身没有这个基因，然后用外来强迫方法把基因注进去。那这个基因种基因2种基因，主要是2种基因。第一种基因是，防杀草剂，就是说杀草剂我们一般来讲的种豆腐都会喷杀草剂，杀草剂喷下去的时候，到它这水怎么样的草草剂，就草死豆结死了，对不对？没有办法，所以它就是植入那个杀草剂的基因植入进去之后，混合后就连打火机、杀草剂。它哪下来哦？好，这个疑虑很大，但世界上一直在研究所谓的基因改造的东西。第二种方式哦，植入第二种基因是植入进去，打开来一个，当你讲玉米，所以你就植入所谓的抗草基因。刚刚讲大豆是抗杀草剂的基因，好，那玉米是植入所谓抗草基因，糖钾也不要等下去，哪里都打下来哈。还好我们很少，我们的那个所谓玉米进口不是给人吃，大部分是给那个动物吃的。好，那这2种基因大概基本上比较有疑虑，至少我们有疑虑。那其实基改东西还包括木瓜也有，木瓜像我那些我本来也验证的时候，在验证的时候我有列木瓜上去的，木瓜我没怎么说，也还说底下这些验证都是说，你底下这些什么所谓的基改、非基改的东西，我猜过的，小龙我一记得那大火把它删掉，先删掉，还有木瓜植物哦。基改，它的基改是抗那个蚊虫病毒，木瓜虫病的，所以我会写了哦，大麻辣哦，它有一个病毒啊，很容易，他说要植入所谓的抗那个病毒嘛，抗那病毒的基因，然后木瓜也有，那有机的我讲一下，有机的就是不允许你做任何基改的，种这个基改的这种作物，这是有机的规范里面的。好，那再来就是说基改东西呢，基改东西其实已经让很多国家建立一个很大的。如果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去找孟丹珠一口气小学东西啊，孟丹珠为什么呢？我讲到这种东西呢？因为它基础外有很多美国啊美国政治也受到它控制第一种是基因改造东西，我们再大家补充好了。好，那我们看再来接下来做成磨成豆浆才能做豆腐，磨成豆浆。那磨成豆浆呢，
我用豆子去抹还好，之前还有豆浆粉，你知道吗？有哦。豆浆粉，你看它里面如果是黄豆 ，OK， 有些豆浆粉里面搭配有的没有的，哦，那当然那是为了让他们大量，等于说大量去做早餐这些早餐这些东西比较容易嘛。好，那用豆子去抹来煮。我问各位啊，煮豆浆你都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是煮豆浆，对，那你看看，我们自己煮这么小一锅，像这一样的锅发生过，那么怎么处理？放在沸点，然后再反复嘛，大小嘛，做成高粱油嘛。那你说那种制造豆浆的公司，直接出大量以上，对人家比较过来，太麻烦了呀，太麻烦。所以呢，他们做什么动作？他加入这个消耗。哎呦。新加坡的跟他们这个不会冒泡，什么都不会冒泡，消耗。好，这个东西比较是不会冒泡了啊。当然看注意，太多消耗剂有时候我不是恐吓大家说消耗剂加下去我们不要这样，但基本上这个东西也是安全的范围内的。好，我这台各位请注意一下哦。当做那个，还有我可以讲那个椰丝桶那个事情，那个不是每一种每项都有啦，就是你要去注意的，不是每一种都有啊，你不要觉得说每一种都有啊，不要，就是我们多注意一下啊。像那个，我再看一下。我再找一个。这种其实我们买这种加工品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看品质受限嘛啊，除了看入主要看什么，机改的平台，像意思说，这是机改的，机改目标，另外要看什么？看添加物，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添加物，假设你并不会出现在你家冰箱的话，就要注意的。所以我说不是每一个都那么恐怖啦，你多了解一些。你一般来讲，我们吃素人都看就是自己受限，这样我和两个女儿都，还有包括那些侄子都被培养说，你要看自信，我也去看素。后来我又跟他讲说，我是只有看素，我要把 ID 标给他看成分，我要告诉他。我先给各位讲，我忘了把它放出来。品名 A 豆干欧米伽有全素，成分黄豆，然后括号基因改造。以前基因改造不会标注的哦，今年还拿住。基因改造是尽量不要吃。那我们要发下去，你要吃，就吃啊，不会死啊。好，第二个甘油，什么是甘油？砂糖。大豆油、辣椒，这个都还好哦。酱油、盐、甘草粉，然后后面以前不会多去教你这个，现在会教你实体添加物，叫做乙二烯酸钾，然后后面跟你写说光靠许多防腐剂，然后法定安全食用量下。好。然后添加物是这些，其实以前很简单，写天然香料、香料，现在不允许这样写，这个叫不合标，是不能这样写，就是要一连串通写出来。你会发现说，我那个等，假如谁卖这个，假如谁卖不卖，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因为在你冰箱里面没有出现的东西，它加越多越不要买，因为就是因为。会有些问题才会去加，好，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是说豆浆它做成豆腐，对不对？好，豆浆然后做成豆腐，做成豆腐怎么做？因为好方法是这样的，加莲乳，
然后各位如果有到那个花莲哦，花莲那边有一个在那个富里那边有一个罗山，罗山就是有机村啊，它整个村里面哦，都是街啊，那边也种很多黄豆。那边哦，它做豆腐的时候，我们曾经办活动去那边嘛，就是我们那边用那个火山的米水，那个是天然原露，火山的米水啊，为什么？还有它沙子，它水它怎么样？这个当然很多人，但是盐卤很贵啊，盐卤很贵啊，所以很多人加石膏粉啊，不用石膏粉，对吧？打无蒜这种不用石膏粉最多啊。用石膏粉最多啊。那有人讲说豆腐加菠菜，菠菜也感觉上面也当然好过来，怎么样？没有。但有时候网络标准，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要我嘛，我安尼也没有严重。大家比价，老家比价。好，那这个当然是有错嘛，但是问题是说，豆腐，我问各位豆腐嘛，豆制品就是蛋白质很高嘛，我们都知道，蛋白质高了就容易怎么样？腐败、太这样的话会导致然后慢慢出来，其他的东西卖，造成好卖。那我问各位，从这个反豆腐放在市场上成交，这个价钱每一款有到地方每一款，那个黄昏市场每一款，习惯它都没有经过水这样子，它都没有冰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我怕它搞马上卖这些啊，它所以有时候会冰嘛保护剂，所以豆腐常常被验出保护剂。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是你想化性，我们用豆腐啊，用鸡过量啊，豆腐啊，用鸡过量来弄，因为它没有加过量的保护剂，它很容易就腐坏掉。因为它直接一杯豆浆或一杯牛奶就一般我们天气比较热的天气，那冬天都马上要30度，那放这个冷的，它就有这个怪压了。可是这种满豆腐可以放那么久。它没有冰，如果它有冰 OK， 我觉得它冰 OK， 如果没有冰的话，会不会放那么久？它应该不防腐剂。所以泡澡它在泡嘛，防腐剂过量啊，这些都是它在泡。甚至之前什么沙发泡泡锅啊，那些都是可以验出来。沙发泡泡锅还有什么连锁的啊，沙发泡泡锅，它就是用这种，就是因为你像它臭豆锅用这些豆腐量实际上很大。你如果将不大量进货的话，它成本压不下来，对吧？你说它都不贵啊，它之前就是它被验出来的，后来不敢用，这个也是当初妈妈做的锅的新闻。好，韩国那本期待，煎嘛。